今次想介紹嘅係大嶼山昂坪嘅彌勒山郊遊徑，可以由東涌地鐵站轉乘23號巴士，或者搭昂坪360纜車。搭到終點站就會見到昂坪廣場同埋寶蓮寺大佛。越過寶蓮寺嘅入口廣場，再一直揾青年旅社嘅標誌，大概5分鐘到就會見到呢個青年旅社嘅標誌，再一直走。見到呢個燒烤場，望向對面就係彌勒山郊遊徑嘅入口。彌勒山郊遊徑係一個環線，大概1個半小時左右就可以完成。彌勒山郊遊徑前段只有一條路，一直跟住指示牌走，向前走就得啦。前段基本上係平路，只有好少量嘅石級路。呢段路嘅植物生長得好茂盛，我覺得自己好似俾綠色包圍住，特別開心。半個鐘之後就係一段今日算係最辛苦嘅上斜路，走咗大概15分鐘到就係一個開闊嘅景色。其實今日本來我嘅計劃係去行大澳嘅鳳凰徑段，但因為遲咗出門口，而大澳嗰段係需要行3-4個鐘㗎。一開始冇太大期望，但係比我想象中其實個景色更加靚，而且開揚。行下行下，見到零星嘅纜車經過，其實都幾有趣味。沿住指示牌繼續向下走。雖然已經係下午時分，但係天色依然係好明朗。喺陽光下，綠樹叢中走着走着，心情越嚟越放鬆。好多時候行到一身汗，反而覺得無比輕鬆。接近尾聲嘅一段，又會微微咁向返上行。呢段郊遊徑真係越行越精彩。雖然遲咗出門口，去唔到大澳，但係想唔到就因此而欣賞到呢一個咁靚嘅日落景色。真係好幸運啊！喺日落餘暉之下，慢慢咁走返起點，又充實又滿足。不過要提返，如果你好似我咁下晝先嚟，就要提前留意尾班車時間。天色越晚，離開嘅人越多，所以都要預咗要排長龍，等幾架車先能夠返市區。